太會嘅經驗，佢講當佢越擔心越煩惱，越下次又冇落行，佢講係謝上帝，那上帝叫佢從一個擔心，從一個痛苦，上帝嘅佢同齊佢講，詩篇107:14節樣講到，佢講啊，佢上帝帶我出上暗到呢啲光嘅路樣，那窿中產到佢嘅。本上帝托hết係咪產到佢一個痛苦一個擔心一個受理產到佢嘅本上帝嘅佢托hết因為到上帝嘅佢同齊嗱每個人係講世間你行到社會你行到只要有擔心有受理有煩惱係講你求上帝嘅恩典你謝上帝嘅佢同齊佢能夠拔出嘅奇妙小眾能夠幫助自家帶自家脱離從一個擔心，從一個痛苦，從一個煩惱，佢本自家心中都得到強嘅精神，要有平安，要有喜樂嘅心，係講自家要平安，要喜樂，要新嘅力量嚟充滿咗自己嘅心中，自家嘅都煩惱熱切脱離嚟講，嗱上帝大家同齊，自家行我呢世間，熱天要平安要快樂，上帝祝福大家，阿門。